麥奀對用料同做法都非常講究，湯底用料非常充足。我哋嘅雲吞係唔放豬肉嘅，只用蝦仁。我哋嘅麵、雲吞皮、水餃皮都係香港自家工場製作，咁樣湯唔會太費浸腍嘅麵，可以保持彈牙嘅口感。咁樣一碗新鮮滾熱嘅雲吞麵就可以俾客人品嘗啦。我希望每一位泰國朋友在泰國都能食到香港正宗嘅傳統味道。每一碗麥奀雲吞麵都係我哋嘅傳承與堅持，係一代一代傳承落嚟嘅。歡迎大家過嚟品嘗。